今日煲一個雙蓮百合素湯，係一個安神健脾、潤燥嘅素湯。材料有雙蓮、百合、陳皮、蓮藕肉、圓肉、薑片。雙蓮係啡色半片嗰隻雙蓮，先不用清洗，白鑊炒至有香氣，再用清水清洗。陳皮沖洗完先至浸。白蘿唔係一定要刮走，水滾後先至落鍋，避免有苦澀味。挑選蓮藕，買啲肥大直身個窿又細嘅蓮藕。聽講蓮藕喺廣州南沙出產嘅係最好嘅。切定3塊薑片。所有材料預備好，湯鍋加入3公升嘅水，煲滾咗之後加入所有嘅材料，除咗乾百合。呢個乾百合係後下嘅材料，大火煲20分鐘，之後轉中細火90分鐘，最後15分鐘加入乾百合。食之前加鹽調味就可以啦。呢個湯水養心安神，健脾潤肺，補而不燥，清而不寒，最適合春末夏初。例如4月、5月呢段時間飲用。如果睡眠質素差、容易緊張、用腦過度嘅學生啊，或者係上班一族都啱飲嘅。視頻最後嗰度有食譜，有英文、中文同埋有印尼文。希望大家都鍾意呢個安神潤燥養生湯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